我今日嘅發言係關注青年人嘅發展同埋成長。新一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青年嘅就業工作，透過強化跨部門嘅合作，持續推出各類嘅就業輔助措施同埋服務，多管道協助青年就業。有關嘅工作係值得肯定嘅。而再過4個月就踏入畢業嘅季，唔少嘅應屆畢業生即將投身社會，開啟人生嘅新征程。而面對現時經濟轉化嘅新形勢，如何協助新力軍順利從學生轉化為職場人，並且喺職場上站穩站腳，呢個亦都係政府同埋社會必須共同努力同埋面對嘅課題。而隨住本澳社會發展轉型，以及1+4經濟適度多元策略嘅推進，新一代青年同埋在職人士嘅就業期望已經發生咗顯著嘅變化。佢哋更多係期望從事文職、專業技術以及具備發展前景嘅工作。而我哋亦都觀察到一個嘅對比。喺內地，好多嘅資訊科技同埋新興企業嘅主力軍，正亦都係年青人。企業積極培養佢哋，善用年青人嘅創意同埋活力，從而提升咗整個產業嘅競爭力。而反觀澳門，儘管整體嘅失業率處於一個較低嘅水平，但係35歲以下嘅青年群體嘅失業嘅比例亦都係比較高。而呢個亦都係反映咗我哋面臨住結構性失業同埋青年未能夠人盡其用嘅情況。一方面，現時唔少技術性嘅工作並非由本地人去擔任，尤其係見到唔少企業喺招聘方面都設咗一啲嘅門檻，甚少聘用一啲缺乏經驗同埋技能嘅求職者。而另一方面，本澳嘅培訓系統未能夠全面涵蓋產業嘅發展，加上企業都係以中小微企為主，喺培訓方面仍然需要靠政府作為主力。為促進高質量嘅青年就業工作，本人提出以下3點嘅建議。第一，加強頂層設計對接，構建促進青年高品質就業嘅社會合力。國家15.5規劃明確指出，要努力解決結構性就業嘅矛盾，實現高品質嘅充分就業。而隨住特區政府編制本澳嘅3.5規劃，本澳希望喺促進就業政策方面都能夠更好地對接國家15.5嘅規劃，同時要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家庭嘅聯動機制，包括政府出台完善嘅培訓體系同埋就業輔助嘅措施，家長給予支持鼓勵，青年亦都要努力，而企業更加要承擔起積極善用本地青年。我哋要相信，透過青年人嘅創意同埋對新科技嘅觸覺，絕對可以推動企業發展，甚至引領本澳社會經濟實現更好嘅發展。第二，落實外僱退場同埋本地人才培養嘅聯動機制，而呢個亦都係社會最為關注嘅焦點。政府必須嚴格把關，透過培訓、產學結合，與外僱管理雙管齊下，並對一啲青年人願意擔任具潛質嘅崗位，尤其係文職同埋專業性較高嘅職位，落實以工代訓，令到青年喺實習中能夠累積實戰嘅經驗，實現畢業與就業嘅銜接。透過各種嘅措施，真正將呢一啲優質嘅崗位交棒俾本地青年人發展。第三，完善勞動嘅法律，保障斜槓新業態。隨住社會嘅發展，越來越多青年選擇成為斜槓一族，從事自僱自由職業者。然而，現時勞動關係法對於呢一類型新類型嘅工作模式嘅保障明顯滯後，未夠完善。隨住新業態嘅蓬勃發展，本人促請政府盡快檢討現時嘅相關法律，因應不同嘅工作嘅類型，制定相應嘅勞動保障措施，為呢一群喺新經濟領域嘅年青人提供更穩健嘅法律保護網。而總結而言，青年係澳門嘅未來嘅基石。青年需要自強不息、鋭意進取，而政府需要透過精準嘅政策扶持，以及企業及社會各界嘅共同支持，優先保障本地青年嘅就業權益同埋向上流動嘅空間，令到澳門嘅青年喺新嘅發展格局中能夠找到屬於自己嘅舞台，推動青年高質量就業嘅發展。多謝各位。